妖花带遐受掠的人倒转来食安，迄时咱亲像迷茫，迄时咱的喙哈哈笑，咱的舌出大欢喜的声。我帮人就人讲，妖花为因行大事，妖花有为咱行大事，咱就欢喜。各位伫线上、伫线中、伫咧车顶，准备要过年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主要搁一摆，互咱有新的开展，因为伊伫咧咱内底伫活。咱即摆活着，无搁再是我，是基督。现在活着，无搁再是我，是主徛伫我底活。现在活着，无搁再是我，是主徛伫我底活。现在活着，现在活着，无搁再是我。是主徛伫我底活，现在活着无搁再是我，是主徛伫我底活，伊有我，伊有我，基督徛伫我底活，现在活着无搁再是我，是主徛伫我底活，现在活着。现在活着无搁再是我，是主徛伫我底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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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有我，伊有我，基督徛伫我底活。现在活着无搁再是我，是主徛伫我。咱用宣告的心来讲，现在活着无搁再是我，是主徛伫我底活。现在活着无搁再是我，是主徛伫我底。即马活着，现在活着无搁再是我，是主徛伫我底活。现在活着无搁再是我，是主徛伫我底活，伊有我，伊有我，伊有我，基督徛伫我底活。现在活着无搁再是我，是主徛伫我底。咱来宣告讲，伊有我，伊有我，基督徛伫我底活。现在活着无搁再是我，是主徛伫我底活。伊有我，伊有我，基督徛伫我底活。现在活着无搁再是我，是主徛伫我底，是主徛伫，是主徛伫我底，是主徛伫，是主徛伫我底活。咱拍鼓啊，将福乐、延根归乎上帝，因为伊伫咱生命中专心伫活，咱要专心伫遮来敬拜上帝，专心专意学乐咱天顶的爸。我专心伫遮敬拜上帝，专心专意学乐天顶的爸。咱专心伫遮敬拜上帝，学乐伊荣耀到万世。我专心敬拜伊，我要向主敬拜伊，我要学乐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值得尊重，我要专心专意学。
心敬拜伊，我要双手敬拜伊，我要学落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大地尊重，我要专心专意学落伊，咱专心伫遮。我专心伫遮敬拜上帝，专心专意学落天顶的马。我专心伫遮敬拜上帝，学落伊荣耀到万世。我专心敬拜伊，我要双手敬拜伊，我要学落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大地尊重，我要专心专意学落伊。我专心敬拜伊，我专心敬拜伊，也双手，我要双手敬拜伊，我要学落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大地尊重，我要专心专意学落伊。我专心敬拜伊，我专心敬拜伊，我要双手敬拜伊，我要学落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大地尊重，我要专心专意学我要专心专意，我要专心专意学落我要专心专意，我要专心专意学落伊。咱用心灵甲心实来敬拜上帝，安尼这是上帝所欢喜、所要喜乐、所要接纳的。因为伊要火热咱正人的心，互咱来敬请，互阮用着祈祷、宣告咱的愿望，要靠着主耶稣的名来活出真理。火热正人的心，火热正人的心，互阮来结识，用着祈祷宣告毋忘，靠主耶稣生命活出真理，也去献给公义的花，献给的敬拜，爱主的前边，勇敢踏出好运的脚步，世界宣告黑暗变成光明，摆脚要跳舞，凄美要看见，献给的敬拜，爱主的前边，勇敢踏出好运的脚步，世界宣告黑暗变成光明，摆脚要跳舞，凄美要看见，亲近这土地，好运要来临。火热正人，火热正人的心，互阮来坚持，用着祈祷宣告毋忘，靠主耶稣生命活出真理，也去献给公义的花，献给敬拜，爱主的前边，勇敢踏出好运的脚步，世界宣告黑暗变成光明，摆脚要跳舞，凄美要看见，
心，予我来敬信，因着基督宣告毋茫，靠主耶稣生命，我主亲你，也去献给公义的花，献给的敬拜，爱主的清明，勇敢踏出好运的脚步，世界宣告黑暗变成光明，白脚要跳舞，青面要看见，献给敬拜，献给的敬拜，爱主的清明，勇敢踏出好运的脚步，世界宣告黑暗变成光明，白脚要跳舞，青面要看见，亲近这土地，好景要来临，拢无惊，黑暗关系，徛在地，求阮相伴，大声咯，全地宣告主的款，恁甲求阮拢无惊，拢无惊，黑暗关系，徛在地，求阮相伴，大声咯，全地宣告主的款，恁甲求阮，献给的敬拜，爱主的清明，勇敢踏出好运的脚步，世界宣告黑暗变成光明，白脚要跳舞，青面要看见，献给敬拜，献给的敬拜，爱主的清明，勇敢踏出好运的脚步，世界宣告黑暗变成光明，白脚要跳舞，青面要看见，亲近这土地，好景要来临。赢过死无，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主，阮俄罗感谢你，因为你有对世人忠告我，互阮对明仔日有毋茫，互阮对阮毋捌行过的路，阮有把握。阮用信心来跟对。伫过去的一年久，伫旧历年的中间，阮虽然拄着做这的，阮无法度去按算，阮的计划赶袂赴伫这变化的中间，总是主你悠远保守看顾阮，互阮甲大也会通，无论是透过线上，也是透过实体，我拢做伙会通伫遮同心来学落来敬拜。敬拜这位掌权宇宙万美，赏赐阮人类会通得到赦免的罪过，会通你的保护来牵起阮，互阮会通有永活的毋茫的主。愿阮的学落敬拜拢得到你的欢喜甲感纳。愿你也对宝座赏赐你的话语，互阮知影。阮要安怎伫得胜的进程？安怎伫遮来跟对？安怎伫遮来用主的话来引带阮头前的道路？愿阮今仔日透过线上的礼拜，犹原用敬虔的心伫遮来敬拜你。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大家平安，请坐。
咱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来改做线上哦，所以伫这中间，咱有缘用敬虔的心吼，咱做伙伫遮来敬拜。兄弟姊妹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阁有咱附近的教会嘛有确诊，所以伫迄中间，因为要谨慎来调整咱暂停实体的聚会，人讲小心无是本啦吼。所以伫这中间，咱伫昨昏的礼拜、今仔日的主日的礼拜，阁有咱后日的新春礼拜，咱拢改做线上的礼拜。不过先有过啦吼，咱疫情因为其他的教会安尼小可有稳定，所以咱有定2月初6会有开放实体的礼拜吼。请咱注意，咱做伙来祈祷啦吼，咱为着这个疫情来祈祷，安尼咱等会通平安来过日吼。小会咱也定伫2月13。2月13，咱来举行2022年的定期会员和会甲长老执事的补选吼，诸个名单拢公布伫公布栏，请咱通来看。如果有异议的，请咱伫1月30进前，小会书记陈敏德长老来提出，小会来保证。那迄天袂当出席的陪参会员吼。请咱伫2月11日进前用书面，咱的小组长也是小会书记来提出请假。咱2022年的中级补选要补选长老2名，执事3名。伫这个名单的中间，请咱伫这个期间放假的期间，咱会通伫遮来祈祷，上帝感动你安怎来选出2位。长老会通来协助牧师治理教会，也即个执事名单会通有选出3名来加入伫服侍团队。所以咱2月13早起9点半，敢若一场的礼拜请会员照小组来坐来参加礼拜9点开始。咱小组长就伫1楼点名来发长老甲执事第一次的选票，咱扩选了后，投入2楼招待所在的票柜。长老甲区长会伫8点半伫5楼开小会，小组长伫8点50到迄个所在来协助点名，伫遮来分发选票。咱会员领票呢，按照咱的组别小组组别伫教会1楼，然后小组长来领票签名。咱投票来选出投入2楼的票柜，11点截止，后来要统计票数交互议长伫2楼礼拜中间来宣布结果。投票数若过半数得票就当选。咱3月初6嘛要举行今年度的第2遍圣礼节，然要洗礼伫2月20进前。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今年度最礼拜要参加第3场的礼拜对2月2011点到12点伫7楼的礼拜堂欢迎这个时间听无台语的，咱会通伫7楼邀请新的朋友伫遮来参加礼拜。咱有透过这个 EDM 伫迄个中间咱会通伫遮做伙来分享。因为这段时间咱无法度来到教会实体礼拜参与奉献。姊妹，咱即马有线上的这奉献的系统。所以你若入去伫咱的教会网站，你就通看见这奉献的所在，有支持奉献支持奉献的内底，你若要有11奉献，也是节期的，也是感恩的你就家己迄个
甲议类内底就无共款的项目，上少100块，因为这有一寡手续费所以你伫迄中间鼓励咱先加入伫这个会员注册了后像牧师拢会定期伫遐设定好势所以咱会通透过线上无共款的方式伫迄中间来做奉献。因为有你的参与，互上帝的国度透过教会广阔祝福伫即个社区咱所推动的事工，互教会有米粮通好分享，互遮有需要的。咱有缘有精送像这春联，每一户有一份会当到伫1楼主任干事来领取咱1月31到2月初5全日当天有放假咱教会开放的时间是2月初5拜六早起8点到下晡5点。伫这中间若有啥物要紧的事，会当来联络3位牧师也是主任干事的手机其他请咱家己来看请咱家己来看。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起来着互人民分别做成，甲因讲，恁着家己分别做成，为着明仔载准备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以色列人恁中间有应该毁灭的物，若无交出来。恁一定袂当抵抗对敌。约书亚记7章13节，搁一遍来，起来，着互人民分别做成，甲因讲，恁着家己分别做成，为着明仔载准备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以色列人恁中间有应该毁灭的物，若无交出来。恁一定袂当抵抗对敌。约书亚记7章13节，请咱准备心咱来奉献。咱不便来教会，咱会当透过奉献的系统伫遮奉献咱用这首诗歌来上帝来献上感谢。奉献感恩的心，归地至圣的天父，伊有受许多事件，主耶稣基督，奉献感恩的心，归地。至圣的天父，伊有受许多事件，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只是软弱的真多臃肿，怂恿的真多不。多谢你的看顾，互阮有生命的气力来敬拜你。多谢你的保守，互阮有活动能力，会使做侪代志。求主耶稣
祈祷你的保护、掠砍保护台湾，互疫情得到控制，互阮会使平安过好年。即马阮献上阮的时间、金钱、才能，诚做圣工所用，愿天父感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咱要接落进前，彼此伫遮来祝讲，上帝恩典教业你用，上帝恩典教业你用，请坐。上帝恩典教业，咱每一个人来用，因为这位上帝是无限的主。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上来要来过年吼，看到新闻的时阵，毋知你会心惊吓无？咱来看，今仔日要来读这段经文嘛，是伫一个伫过年进前来读的时阵，互人有一个警醒的感觉。咱来读这段经文，今仔日的经文有淡薄仔长哦，所以咱来读的时阵来豆豆仔读。伫读的时阵，这个故事、这个经文，嘛有可能是有人你过去的，也是你即马在经历的经验。所以咱来读这段经文，伫约书亚记第7章第10节到第26节。好，咱来背书册牧师来读经文。第一个哦。就厉害哦，来哦，好，咱豆豆来读，请。上主甲约书亚讲，起来，你是安怎拍伫涂骹？以色列人犯罪，违背我命令因的约，摕应该毁灭献予我的米，因头体欺骗，藏伫因的器具内。因为安尼，以色列人太袂赢对敌，因伫对敌的面前越转身逃走，是因为因诚做应该毁灭的。恁若无将应该毁灭献予我的米，对恁中间除去，我就无搁甲恁同在。起来，着互人民分别做成。甲因讲，恁着家己分别做成，为着明仔载准备。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以色列人，恁中间有应该毁灭的米，无交出来，恁一定袂当抵抗对敌。明仔早起，恁着照支族来我遮，上主互倒一个支族抽着签，因的宗族着一个一个来我遮，上主互倒一个宗族抽着签，因的家族着一个一个来我遮，上主互倒一个家族抽着签，因的查甫人着一个一个来我遮。上主互因抽着签的人，就是有应该毁灭的米伫伊遐，伊甲伊所有的拢着用火甲因烧灭，因为伊有违背上主的约，搁伫以色列中做愚妄的代志。过日约书亚透早起来，互以色列人照支族来伊遐，抽着犹大支族。就互犹大照宗族来伊遐，抽着舍拉的宗族，就互舍拉照家族来伊遐，抽着撒底的家族，就互撒底家族的查甫人一个一个来伊遐，就抽着阿干，伊是犹大支族舍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加米的囝。约书亚对阿干讲：我的囝，我劝你着荣耀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伫伊的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代志甲我讲，毋通对我隐瞒。阿干应约书亚讲。我实在有得罪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我所做的事是安尼。
我伫手内的财米中看到一领巴比伦的水衫、2公斤的银、半公斤的金条，我看到这个米就摕来。即卖遐个物件，待伫我我布布内面的涂骹，阮伫上下底。又是约书亚就派人行去阿干的布边，遐个物件果然藏伫伊的布边内，阮伫上下底。因就将遐个物件对布边摕出来，带来约书亚甲以色列人人民遐，下伫上主的面前。约书亚甲以色列人民就夏拉的曾孙阿干，甲遐个银、迄领衫、金条，甲伊的囝、查某囝、牛、驴、羊、布平，甲伊所有的，拢带去阿挂山谷。约书约书亚亚讲：你哪会害阮拄着遮尔大的灾祸？今仔日上主嘛降灾祸互你。对安尼，以色列人民用石头甲阿干钉死，用火烧伊所有的，然后用石头ฮ็伫迄顶面。众人伫阿干尸体的顶面摕一大堆石头，到今仔日也伫遐。对安尼，上主收回伊的大受气，所以迄所在叫做阿挂山谷。到今仔日，哦，咱读完这今仔日的经文已经得成啊！伫今仔日咧来分享，伫得成的代志，伫2022年是毋是有啥物款的代志？你感觉讲我一定爱伫今年来得成？会记得我伫旧年的时阵，我有生日的时阵，我有写啥愿望？结果一年过去了后，我就搁一遍来看这啥愿望的时阵，我就想讲，还没有到3月，所以还有机会。所以呢，伫今仔日暗暝，要得成进前呢，特别是伫约书亚的军队，伫最近伫圣经讲共同来读圣经的时阵，迦南之声，咱拢有对这进度来读这约书亚记。所以伫要得成进前，伊的军队发生一寡代志，亲像咱要过年进前呢，咱的国家，特别是通远的所在，这疫情互咱足惊吓，有真侪烦恼的所在。有一个这个前署长伊讲国内 Omicron 的这疫情啊，特别到今仔日时阵，已经超过400个人来着这啊。然后刷来要过年的时阵，其实有真侪人想讲，我已经在注这个疫苗，所以无啥物好惊的啦。结果这个前署长伊就讲其实有真侪人伊对这确诊了后，伊好起来，结果呢出现一个状况叫做 Long COVID 的，这后遗症，后遗症是不是这样讲台语？讲因若身体恢复过来，但是有一寡状况是他已经不可逆。譬如讲，伊伫着这时阵，伊开始失去伊的嗅觉，鼻无味。总是伊好起来了后，伊嘛是鼻无味。有一个人，有一寡人是伊着了后，伊恢复，总是伊感觉讲，我是足厌生，就感觉足忝安尼。有可能是因为熬夜啦。但是这是讲一个平常时的状况，所以这疫情对咱要过年时阵有真侪互咱烦恼，有真侪互咱隐忧啦，就是讲隐忧。但是伫面对疫情，要带来可能互咱真烦恼的代志，咱是要安怎来面对？特别是今仔日了后，明仔载开始要过年的时阵，有可能你搁在想讲我到底要不要群聚啦？我到底要甲我的厝内的这亲人朋友来见面，住伫遐来围炉，是我要家己过年？这时阵咱拢面对着真侪选择，眼睛打开来就是选择。
特别是过年的时阵，这话爱讲，也是莫讲。这个人爱关心，也是莫关心。伫遮有真侪很多的这个选择跟隐忧，所以伫今仔日这段经文，约书亚的军队伊嘛面对着一个很大的困难跟挑战，真大的挑战，就是因要来征战，来执行要得到这个土地做因的产业的时阵，但是目睭钱。不是吧？就眼看到的眼前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场战败。因战败啊，伊要去攻这爱城，总是伫这过程中因输啊。这互以色列人失去勇气，互伊的心中充满犹豫，就是因为这个时阵，约书亚毋知影为虾米因会战败。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中，上帝来回应约书亚，甲因讲因失败的原因，嘛互因无伫遮的时阵失去愿望。唉，袂当过年啊，袂当主持啊，袂当安怎，袂当安怎。我看这疫情今年足歹过，有可能有人有即摆的心有即款的感觉。总是伫得胜的代心，上帝欢呼。以色列人因着爱家己生气家己，无应该互毁灭因的这爱毁灭的物件，互因加最后连累，然后在那边也变成被毁灭的。所以对今年开始的，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咱搁一遍要透过今仔日的经文来认识讲，上帝是公义，嘛是一位信实的主。搁较重要的是。若是这位上帝，伊是公义甲信实的主，咱要安怎来追求？伫即款的信实甲公义的内面，有即款好的关系，是伫伊的约内面有慈爱、有怜悯的关系。伫约书亚记开始的时阵，约书亚记的第1章第60节有讲到讲。你着勇敢壮胆，因为你要带这个人民要来赢这个应允的地，就是迦南地。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中，伫因拄着即款的失败的时阵，搁一遍，互咱有一个机会来发觉讲，咱甲人的关系，咱甲上帝的关系，这个关系是真要紧的关系。因为这是咱人生会赢还是输的关系。伫今仔日的经文中，咱互咱讲一遍啊，看到讲，面对这应允的地，上帝是应允以色列人要得到这个迦南地，总是伊的应允是咱要家己透过咱的行动，一步一步来行应允的地，来得到应允的地。所以伫看这爱城的战争的时阵，亲像在看那个今仔日经文，亲像在看那个连续剧8点档。连续剧8点档的是你若是看一些台的时候，会看到一个状况，迄就是迄内面的这个主角啊，这个主角有没有？他在里面就艰苦，就惊吓的因兜有可能发生啥物款的代志。咱看电视的时阵，这剧情是安尼，就是他接起电话，啥物发生这个代志？然后伫迄这个摄影棚里面，同样的现场，接下来会有第2个人怎样？再拿起来再接一次，啥物？那会发生这个代志？我大概在看到这个时阵，我就拢会笑。我会笑的意思是讲，因为伫同一个空间呐，总是因要演戏嘛，所以。观众其实早就已经知影，因伫同一个空间，因伫发生这个代志，总是因家己毋知影，因为因伫咧内面啊。所以看到今仔日的经文的时阵，约书亚其实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但是咱拢已经知影，伊的战败的原因是啥物，而且这个战败的原因，互以色列人甲约书亚因拢失去了勇气。这失去勇气真要紧，因为这失去勇气，互因袂当得到迦南地，袂当行伫上帝应允内面。所以伫
以色列人伫悲伤失去勇气的时阵，即位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上帝要来甲因讲因战败的原因。看到这段经文，其实爱城是比亚利哥城搁较细的一个城，而且人嘛无因济，总是因要去头一遍要来战争的时阵，毋是伫遐细迄城，是因真正咧相战。总是伫这相战内面，毋若是输，搁输较忝忝，因为因306个人就伫遐战争内面来死去。所以伫遮个时阵，可能有一寡人有一款想法是讲，是毋是上帝伊的意思无要互因安尼做？是毋是上帝甲我讲要互我应允，伊无要安尼实现？但是伫遮上帝甲因讲，毋是因为安尼，所以你无赢，是因为你摕无应该摕的物件。咱来读这段经文好无？以色列人犯罪，违背我命令因的约，摕应该毁灭献互我的面，因偷摕欺骗，藏伫因的器具内。因为安尼，以色列人袂太赢对敌。因伫对敌的面前活转身逃走，是因为因诚做应该毁灭的。你若无将应该毁灭献互我的面，恁中间除去，我就无搁甲恁同在。伊拄着一个足大的困难，嘛是足大的挑战，就是因中间有人违背甲上帝立的约，所以因对迄互上帝来赐互。变做伫即个时阵变做互上帝来救助的。亚利哥城是因咧洗迄城，伊着战，伊着赢。但是伫爱城，伊变成是因要派兵去攻打，去战争的时阵，反倒互人追杀，互人拍败。伫约书亚还未了解即个代志的时阵，上帝甲伊讲，就是因为恁中间。有人犯罪，就是因为恁中间有人做迄上帝无介意做的代志。读到即个时阵，咱咧看即段经文的时阵，是毋是即位上帝？你有可能亲像约书亚，伫伊毋知影的时阵，只有看到发生了什么事，伊敢若看到发生什么款的代志，伊毋知影原因，毋知影头，毋知影尾。总是伫咱的生活中，咱毋知影头，毋知影尾的时阵，有可能你对上帝嘛有共款的有遮个疑问，就是讲，上帝你是毋是其实毋是信实，毋是公义的？因为你哪会互阮拄着遮个代志？约书亚真清楚一个代志，就是伊知影。爱城这战败毋是一个小事，伊毋若是军队的失败，嘛会互遮个未信的人看做是上帝的失败。伊会感觉讲，上帝是毋是无亲像以色列人讲的遮尔厉害？真正遮个生涯、遮个技术其实是变魔术，因为因以色列人毋是上帝所应允的，才会要赢。才会迦南地的民族嘛，但是伫遮看到因失败的时阵，毋若是看到以色列人失败，上帝伊失败，对约书亚来讲嘛是一个真挑战的代志。因为咱咧看经文的时阵，你会发现讲，所有因在做的代志，拢是上帝亲自甲约书亚讲。总是遮个人民军队伊的人根本拢无听到，因着照安尼来起工，总是伫遮要做的时阵，拄着即款的失败。所以有时候想讲我害啊，我去了，我拢照着上帝你的话去做，总是伫遮个时阵，我拄着的是失败。上帝看到这个情形，伊应该爱来怜悯。爱来保守，爱来看顾，互约书亚因的军队会当战赢，会当来赢这爱城，总是因无安尼来经历。亲像咱的生活中有一寡人，
伊拄着伊照着上帝意思来做的时阵，伫这个过程中，上帝亲像无听到伊的祈祷。咱看到这段经文的时阵，咱就会看到讲，其实上帝心意毋若是对一个人，是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家族，特别是对一个可能是教会，可能是国家。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是对一群人来讲的话，毋若是约书亚，毋若是牧师，毋若是一个人尔，是对规间教会，是对每一个伊所疼痛的群体来讲话。咱看到讲，伫遮上帝无直接来回应这约书亚讲的话，但是伊甲约书亚讲为虾米因会拄着遮个失败的代志，而且伫这个失败当中，上帝佫教因有方法来赢过因家己的失败。看到这段经文的时阵，当咱咧问讲上帝你是毋是信实，是毋是公义的时阵，其实你会发现讲，透过今仔日的经文，从第10节一直到26节嘛，其实是对1节开始往下读的时阵，你就会发现讲，上帝其实伫遮搁较显明伊家己的信息，伊袂掠迄有罪当作是无罪，伊袂讲因为伊有需要，因为伊有欠亏，所以这毋是罪。甲上帝标准无合的时阵，伊就是罪啊。伊嘛无需要人来定义讲，来批评讲，来决定讲，这上帝是毋是信实？因为人的有限袂当来定义上帝的无限。透过咱的真这狭窄的眼光，其实是伫今仔日的经文中。反倒转来看到讲，上帝伊谦卑伊家己来受这约，伊嘛无遮义务靠责任来甲约书亚是这个军队讲，你们当中有人犯罪。其实上帝要安尼做，总是上帝出于伊的怜悯。怜悯的意思就是讲，伊可能他没有这个资格来得到，可是上帝看到伊的需要，伊愿意多做一点，来告诉约书亚说因失败的原因。第6章的时阵就有讲到讲，为什么因会失败？因为因摕上帝的名。什么叫摕上帝的名？这边不是说当灭之物吗？亚干摕这应该爱毁灭的名，伊伫遮挑战上帝的公义。上帝已经讲啊，总是因这群体内面有人无做，造成这个群体袂当合伫上帝的公义，所以以色列人才会邀请到这救主来家己的心中。看到这段经文的时阵，咱就会发现讲，其实上帝伊的公义，伊若是真正公义的时阵，咱每一个人其实拢无机会。嘛无迄个资格会当徛伫伊的面头前。伫提摩太后书，保罗甲伊的这个属灵的儿子说吼，咱来读这段经文吼。咱若失信，伊犹原信实，因为伊袂当违背家己。咱若失信，上帝嘛犹原信实。伊袂当违背家己，所以咱若犯罪，咱若无合伫伊的标准，咱若无守这约的时阵，其实是爱付上代价的。所以伫神的大心，伫你今仔日要决定讲今年我要做啥物款的代志的时阵，咱搁一边爱来思考讲，啥物是你会决定你要做这个行动的原因？你要做这个代志，伊背后的动机是啥物？你的目标是啥物？刷落来，这个礼拜要过年，过年中你敢有你想要做的代志？我伫过年的进前，我买了很多的书，我想说我可以来在过年的时候来看。但是我知影我可能无啥物机会，因为有足侪代志要做。即几年要过年的时阵呢，有一个镜头，我毋知影大家有听过无？叫做这个春节症候群。
讲的是咧过年的时阵，我们不是都会聚在一起嘛？要聚会、要联谊啊，开始来开讲。重视这个春节症候群，就是讲，这个会常常被问一些不想要回答的问题，无想要回答的问题，也是讲唔知要讲啥的时阵，伊才亲戚朋友会开始来提阮兜的啥物人发生啥物款的代志啊，伊今年啥物，开始有一个被比较的感觉。我说的是被比较，不是比人家，是被比较。或者是呢，有一寡人会就想要关心对方，你心内就要紧就要紧，要对好对方的生活，总是你唔知要安怎讲，唔知要安怎沟通。结果伫过年的时阵就有很多的困扰，就是有一刚好也吃不下、睡不着又要遇到他拜托不要什么，就会有很多这种想法之类的。但是咱拢知影讲，若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有一寡的问题，这个问题袂是一天造成的，定定是真久的时间。这状况有可能互咱伫要过年的时阵，搁一遍来经历到这个失志，也是讲咱长期拢失志，因为要遇到这些亲戚朋友，心里就很挫折，或是心里就觉得就无忙诶，啥物时阵这个才要改变这样子。伫这境况内面呢，面对着约书亚即时的失志，伫今仔日的经文进行这6到9节说，他们就失去了勇气，好像在那边就已经无忙啊。上帝以主动讲话来救起这约书亚。伊甲伊讲啥物咧？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的有画面因为迄时阵约书亚甲迄只的长老，毋是敢若约书亚啦，因拢拍伫咧头骹，拍伫咧遐。上帝看到讲，伊毋是甲伊骂，或是说直接说发生什么事，伊是甲伊讲起来，你是安怎拍伫头骹？我咧读即个经文的时阵，我感觉讲，上帝是一位，互咱会当面对现实的上帝，嘛是互咱有迄信心，照着伊的话来做的时阵，你会看见讲。伊的话是有力量的，就是有力量的。因为在讲的时阵，伊毋是讲你起来尔，就是这个是不只是一个命令，而是一个动作。伊叫约书亚起来，就互人民分别罪行。可能迄时阵，约书亚毋知影原因，毋知影头，毋知影尾，毋知影要安怎做才好。嘛有可能是咱每一个人拄着你足困难的代志，你足有挑战的代志的时阵，你有会反应。总是上帝会主动来到你的生命中，来讲起来。若是起来，佮叫你爱家己亲去你家己，叫这的百姓同齐来经历着来经历这个自节。这自节，互咱佮一遍来看到讲，咱的生命是有忙的。佮一遍看到讲。这罪恶袂当来怎么讲拖累我们的生命？上帝毋是按咱倒伫遐拄着这就派处理的代志，咱就倒伫遐。总是伊讲完了后，约书亚爱有反应啊。约书亚若是无反应这个故事就袂当继续落去啊。隔日约书亚透早起来，伊透早起来了后，伊就叫这全部的以色列人民照制作来伊遐。其实有一寡学者因讲是讲，他们派出代表来徛伫约书亚面前。对这个经文开始，其实是真长的一个应该是花了一些时间在那边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们知影你若是伫以色列人中间的人，你会安怎想这个约书亚？战败就战败，叫咱来遮排队要创啥？而且不是在那边做什么特别的事，是要去找出罪恶来，要去找出那个让我们没有赢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影约书亚伫这个时阵是毋是会互人挑战？
等你要做一个你要开始大扫除家里啊，你要开始真的彻底来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带来是更多的麻烦、更多的问题，因为这些人都唔知道为什么你要安尼做。总是你甲伊讲，上帝甲我讲，爱家己清气家己。有时会当引带、会当领导这以色列人，甚至是伫这时阵要来找到这罪恶的源头。你对这段经文就会看到讲，因为伊是照着上帝每一遍对伊讲话时阵，伊就照着去行。可能对伊来讲，对第一章看到即摆的时阵，你会发现讲，有时候其实毋是一个真勇敢的人。所以每一遍上帝甲伊讲话的时阵，拢讲你爱勇敢重大，因为有可能伊是一个较容易烦恼惊吓的人。所以每一遍伊听到上帝讲的话了后，伊无讲啥物哦，伊就去做哦。你每一遍看到讲伊领受了，伊就去做。伊伫得胜的内心，伊就是较相信，然后伊就去行。伊确实活伫这应允内面的行动，就是我要开始讲道的时阵讲的。上帝互咱有这应允，总是这应允要发生是透过你每一个行动，一步一脚印的会行军队这主，互阮会当领受，互咱会当领受这个应允。所以咱咧看到讲这个时阵，搁一遍来想到。同款是有人引出的这提摩太，伊在面对着这何塞的时阵，伊面对着伊生命内面的这会有可能会互伊把他牵累，或者是让他无志气的代志的时阵，这时阵保罗甲伊安尼讲，咱来读这段经文哦。伫大间厝内，毋若有金甲银，嘛有茶甲肥的器具，有诶做油的，有诶做粗的路用。人若这件洁净家己，离开这个粗俗的事，就会成做贵气的器具，圣化互主人用，通准备好势做逐项好事。伫这段经文中，咱看到讲，其实约书亚伊的原本的身份是一个奴仆，伫埃及的时阵是做奴仆的。然后伊出埃及了后，伊做这个摩西的助手，伫伊边看这领袖要安怎引出以色列人。直到摩西死了后，伊家己成做一个领袖。你会看到讲，其实若是伊是一个惊吓会烦恼的人，伊应该袂勇敢来承担这个代志，来成做一个领袖。总是你会看到讲，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才智的人，伊有一个足忠心第一的事，就是军队上帝。真侪时阵，上帝伊无改变，总是伫环境的变化中，是咱的心先改变。可能伫要过年的时阵，也是伫今年台湾一开始的时阵，就拄着这外在的环境的疫情的影响，可能影响到你家己内心，无人知，互你感觉艰苦的这个代志。但是上帝话继续来支持约书亚，伊愿意用上帝话成做伊行动的目标，所以伫人看起来是真美色，总是伫这时代、这历史内面，伊变做一个真有影响力的人，嘛互上帝祝福，继续领到咱的心中。伫这个休寒的时阵，就对学生来说就是寒假的时阵，以前其实应该是爱互咱的聚会、宴会停起来，总是这年轻人伊无愿意停起来，因要继续可以透过这个科技，让营会转到线上，然后继续来经营这个社区这个牧区的青少年、青年。嘛，邀请大家会当继续来关心嘛，继续来陪伴家己，
不管是什么样的材质，咱拢会当互上帝来用。伫得胜的大心，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头一个是看到讲，啥物是影响咱会当输赢的关系。第二个是，咱爱来决定讲，你要安怎行动，你有啥物款的目标？你内面的动机是啥物？第三项是我感觉讲，伫今仔日经文内面上重要的，就是你爱转来，着你知影家己是啥物款的身份，知影这身份要安怎活出这个稳定，活出这个应允。伫得胜的大心，上帝话早就已经伫约书亚记第5章就讲到三个代志。这三个代志嘛，是为什么今仔日阿甘拄到这个代志的时阵，伊有就是这样的下场？因为上帝早就伫因过约旦河了后，做三个代志，互恁知影讲，恁的主人是啥？你的所有权，就你是归属于谁？头一个是行割礼。搁一遍确认着因是属上帝身份，然后伊伫遐过半过节，是搁一遍来纪念着上帝救恩。上互人感觉就惊喜的是，约书亚伫这个时阵拄着一个叫上帝的这个自己是这个上帝军队的元帅，伊就知影讲，伊毋是家己在引带因的，是上帝来引带这个人。互因会当来领受伫这抗压要进入迦南地的这应允。然后咱就看到讲，这段经文发生伫今仔日的经节中，以色列人伫应该要毁灭归伫上帝的面有犯罪，所以上帝就对以色列人发生气。伫遮看到讲，上帝是毋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脾气不好的上帝，但是也毋是哦。咱搁看到另外一条经文的时阵，会感觉讲，这位上帝，搁一遍我感觉，真的是信实公义的吗？因为伫第8章的时阵哦，等因搁一遍要去攻打，要去来战争，来对这爱神的人的时阵，咱来读这段经文好无？恁安怎对待亚利哥甲伊的王，嘛着安尼对待爱神甲伊的王。毋过你手着的财物甲金丝，通做恁的战利品，你着派兵埋伏伫城的后面。咱看到这段经文的时阵，会真惊讶，因为上帝毋是讲莫提吗？即马阁会当提，所以上帝是毋是反去反倒？还是讲上帝是要控制这以色列人，所以就爱照伊讲的话，伊安怎讲着安怎做，无法度参详，无法度看到这以色列人的需要。因为对当时伊要做战争的时候，其实对真济的人是一个真大的机会。因会当怎样谷底翻身？因为那个时候的人，那是你出行，你就是一个 noble， 你大概一生就是这样。可是你有个机会，你可以改变，你也当改变你的身份，就是透过战争去当人家的佣兵。你在战赢的时阵，你去到那个地方，你看到的东西，都会当属于你。所以，因透过战争伫迄时阵，他们可以透过这个来，互家己变做好野人。总是你看到讲，上帝互以色列人出去战争的时阵，拢有讲一句话哦，就是恁袂当摕应该毁灭归互上帝面。所以你看到讲，上帝是不让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但是第8章的时阵，佫会当摕这物件，袂感觉讲，上帝足奇怪吗？但是咱看到讲这段经文的时阵，对第5章到第7章的时阵，你就会真明白上帝心意。上帝心意毋是要互这以色列人过真善起来日子，因为伊甲以色列人讲：“我是你的主，你所有拢是属伫我的。”所以当这伊去战争的时阵，他们要把所有的战利品归乎上帝。
当灭之物，伫这原文有两个意思，完全无共款。当灭之物伫原文第一个意思就是这爱毁灭，所以所有的拢爱毁灭。总是有另外的意思，互咱感觉讲好险，就是这全部拢爱归乎上帝。所以，若毋是属伫上帝，就是属伫这爱毁灭的物件。所以，当阿干伊去摕这个爱归乎上帝的物件的时阵，你会看到讲，上帝形容这个代志的时阵，伊讲阿干是偷摕，伊是欺骗。伊无讲伊是暗看这个战利品，甲伊收起来，无安尼讲。伊讲伊是偷摕，伊是欺骗。这就是正赢，所以会当摕物件。为什么是偷摕甲欺骗？因为这是属伫上帝的代志，属伫上帝的物件。所以当人去摕上帝的物件的时阵，哇，这罪是足大的。所以咱看到讲，为什么阿干到最后？伊会失去家己的性命，若是伊偷摕佮欺骗上帝甲以色列人。佮有一个是，伫今仔日读即段足长的经文的时阵，你会发现讲，伊开始咧找迄个人的时阵，阿干是对头到尾，都已经约书亚伫伊的面前问伊的时阵，伊才承认。弄到最后啊，他错过了这个可以承认的时间。我们知影是毋是伊若是承认上帝就会饶恕他，但是我知影是，若是咱有机会会当悔改的时阵，咱真正爱把握这个机会。阿干若无把握这个机会，伊敢若想要偷偷来保留伊家己所得到的物件。伊保留伊家己想要有家己的身份，有家己的物件，所以伊失去上帝的身份。伫希伯来书嘛有讲到讲，我看一下是不是这里哦？毋通贪财，家己所有的就知足，因为上帝有讲，我袂离开你，我袂放散你。等咱咧贪心要面对这钱财的时阵，跟后面有什么关系？上帝，你袂离开我，但是我嘛是会当赚够较侪钱啊。总是伫遮个经文内面，咱咧读的时阵，就会发现一个代志，就是归属伫上帝，甲有家己的钱财。伫这段经文内面讲到讲，不要不可贪心、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就是因无满足伫。属伫上帝的身份，因无满足伫上帝的救恩，无满足伫上帝的应允，因要靠家己，要成做家己的上帝。其实伫今仔日的经文中，咱看到最后的时阵，阿干伊失去伊的性命，毋那是伊哦，是伊甲属伫伊的物件，拢互火烧，拢互石头钉死。伫地上的大星，有一个人佮甲伊足无共款的，这个人叫做拉哈。伊是一个外邦的妇人人，但是伊甲阿干足无共款。伊对伊还未认识这上帝时阵，伊就承认这上帝是有大能的主。结果伫这战争内面，互伊甲伊规家伙仔拢归乎上帝。然后，伊在这战争了后，因竟然变做是上帝拣选的民族，归伫上帝所赐予的民族内面，嘛，互伊家己成做后来这代表王的这个祖先，互伊一家人拢因为伊的相信领受这个应允。但是今仔日的这段经文讲，这个以色列人的查甫人，伊是原本就伫这个群体内面，伊却得罪上帝，互伊甲伊规家伙仔拢失去上帝的应允，甚至互以色列人战败。等以色列人第二遍咧攻打这爱城的时阵，因为因家己对
约书亚对约书亚的命令来行，伊轻弃家己。结果伫第8章的时阵，咱会看到讲后来因赢。约书亚伫因赢了后，带因到一个所在，徛伫这个所在，看到对面有两座山，一边的这山叫做伊巴路山，另外一边的这山叫做基利心山。一边代表是祝福，一边代表是咒诅。代表咒诅的是以巴路山，代表祝福的是基利心山。伫遮的时阵，上帝是搁一遍要来对透过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讲话，讲咱徛伫遮，你会当来选择，你会当来选择，你的性命是要经历着咒诅，还是要经历着祝福？然后伫遐约书亚带遮的人，搁一遍来读伊的律法书讲的一切的话。伫地上的大心，搁一遍，咱要来领受的是对上帝来的话。对上帝来的话，确认咱的身份，咱有甲上帝有啥物款的关系？嘛搁一遍，确认咱要做的行动。伫2022年的时阵，你要做遮的代志的时阵，你的目标是啥物？你的动机是啥物？上重要的是，互咱每一个人的身份会当回归上帝。咱拢是属上帝的，因为约翰一书，咱来读即段经文讲，因为上帝囝儿拢会当较赢世间，互咱较赢世间的，就是咱的神。我相信伫今年一定会拄着挑战。嘛有可能有经历会当我们会经历一些失败，但是互咱会当赢过这个世间，就是咱的信。但是咱要信啥呢？要信什么？信什么才会让我们会当真正的来赢来得胜？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的21章7节，在讲地上的人为信者才会。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囝儿。伫咧讲是伫地上进前有真济灾难，有真济的挑战，有真济困难。总是咱若是经过遮的时阵，搁较会当确认家己的身份是，咱是上帝的囝儿。咱是上帝囝儿，互咱伫地上进前要做真侪选择。伫这要过年的时阵，搁一遍会当有这时间，咱来当思考，咱会当来追求上帝话，伊的话讲到咱的回应。伊讲完，咱嘛要来回应。回应伊讲的话，诚做咱的帮助。亲像约书亚共款，伊搁一遍带以色列人来清开家己，互因的心搁一遍来活转到上帝的面前。邀请咱大家会当伫今年新的一年，搁一遍来倚靠上帝，制服家己的心，互咱的心会当有亲像赢过遮的城市，会当来强如取成，有这样的能力。第二项就是要搁一遍透过这清气家己，互咱会当荣耀上帝，搁一遍回归家己原本上帝相信的心，互咱的性命会当得胜搁得胜。咱来唱这条咱来唱这条诗歌，互咱的性命搁一遍来对准伫上帝的话语。毁裂前人的心，予我来坚持，用着基督宣告不忘，靠主耶稣生命活出真理，也去圣洁公义的话，圣洁的敬拜，爱主的情变。勇敢到处，好运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暗变成
前边，勇敢踏出福音的脚步，世界宣告，乌云变成光明，摆脚要跳舞，痴迷要看见，清起这土地，福音要来临，回热情人的心，予阮来惊喜，因着基督宣告毋茫，靠主耶稣生命活出真理，也去圣洁公义的花，圣洁的敬拜，爱主的前面，勇敢踏出福音的脚步，世界宣告，黑暗变成光明，摆脚要跳舞，痴迷要看见，圣洁的敬拜，爱主的前面，勇敢踏出福音的脚步，世界宣告，黑暗变成光明，摆脚要跳舞，痴迷要看见，清起这土地，福音要来临。上帝已经应允约书亚要得到迦南地，伊的应允毋是只是一句话，伊的应允是刷落来才会人的回应甲行动。伊的应允是予阮看见着拄着困难，活伫这中，咱阁有盼望，因为伊的这盼望是对上帝的话来。但咱掠着这盼望的时阵，咱的心阁一变，要复兴起来。复兴毋是讲敢若就火热伫遐尔，复兴是有一群人，伊愿意活伫这个世间，总是伊活出是属上帝的这个身份，咱来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永远无改变的信实甲公义，主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救恩，予阮搁一遍来活出国外的性命。愿信心、你的感动、你的帮助，予阮伫真侪的挑战，总是伫这疫情真艰难的时，咱会当有对你来信心，有对你来能力，透过即摆的科技，甲透过即摆的这个联络的方式，咱嘛会当过一个好年。主感谢你的恩典，予阮伫你的中间，成做你的子民。愿阮一生跟在你，愿阮拢无放弃跟在主你的脚步，因为你应允，你无弃杀阮，你嘛无放杀阮。主感谢你的恩典，你甲阮同在，予阮伫今年开始，咱领受这个恩典。毋若是过年，是每一天，拢伫你得胜的内面。对即时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唱。现在我着无搁再是我，是主家伫我的我。现在我着无搁再是我，是主家伫我的我。伊有我，伊有我，基督定伫我的我。现在我着无搁再是我，是主家伫我的我。咱今仔日的礼拜就到这。愿上帝祝福大家过一个好年，新年快乐！